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凱瑟琳嘅治療喺1982年正式結束，但係魏斯博士嗰本震撼世界嘅著作《前世今生》1988年先至正式出版。中間嘅空白當中有足足4年，係魏斯博士人生入面最痛苦、最掙扎嘅時光。喺魏斯博士手上嗰沓凱瑟琳厚厚嘅催眠記錄，面臨住主流科學界嘅審視，就好似一嚿燙手珊瑚。魏斯博士清楚知道，如果將所有輪迴轉世同大師對話公開，代價可能會係被同行嘲笑、學術名譽掃地、被吊銷醫生執照，甚至連累佢任職嘅西奈山醫學中心。佢喺書入面寫過，每當佢想動筆，內心嘅恐懼同理性就會跳出嚟阻止佢。佢一次又一次重複聽返錄音帶，用醫學邏輯去挑剔自己，試圖推翻所有嘅結論。但係每當佢想起大師們嘅叮囑同凱瑟琳奇蹟般嘅痊癒，都喺度提醒佢，呢啲就係真理。魏斯博士意識到，如果因為驚失去名利，因為害怕世俗眼光而隱瞞真相，選擇保持沉默，呢個係對科學界、對人類最大嘅背叛。因為呢啲智慧能夠拯救無數喺痛苦同死亡恐懼之中掙扎嘅心靈。最終，佢決定鼓起勇氣。1988年，《前世今生》正式出版。真相往往要先行者用無比嘅勇氣去擊碎時代嘅高牆，打破框架嘅智慧，既然能夠打開我哋嘅眼界，咁我哋點解仲要去墨守成規呢？